来做准备心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生活中间去体验到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互阮伫逐项事顶面拢得到你的帮助。阮看见到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特殊，也透过你所创造的这个万物，阮去体验到你的伟大。主啊，特别你也供应阮生活中间所有的需要。无论是物质上，也是精神上，阮的欠缺你拢补满。阮要为着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所以阮来到属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阮嘛清楚明白，阮是软弱的罪人。伫你面前，阮甚至连头也举袂起。但总是因为你丰盛的恩典，透过你的囝耶稣基督，有阮所做的一切，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你建立关系，阮清楚明白，阮是你的儿女，你是救赎阮恩典的天父。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奉献予你，当作活祭，由你使用阮，请做你圣洁的器具，来荣耀你的圣名。亲爱的主啊，我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拢仰望伫你带领的圣手中间，互你透过阮的敬拜，你的名得到荣耀；透过阮的服侍，搁一遍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阮特别为着阮的教会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亲自引带看顾，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也当透过阮的言行举止来见证你的疼，你的恩典。亲爱的主，阮也将阮徛起的这块土地交在伫主圣手中间，求主真正施行对你遐来的公平、正义、和平、仁爱，互这块土地真正充满主的恩典。我也特别将台湾所有的教会拢交在伫主的手中，特别是长老教会，阮伫过来这个礼拜要召开长老教会总会，求主伫这总会中间所有讨论的议案，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实行。求主亲自掌管做主，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面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神圣诗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会众请起立。坐，做伙诚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互阮伫礼拜日搁一遍出席伫个圣殿，做伙来敬拜你。感谢你的竞选阮，真侪受竞选的族群，属你的子民。你将阮对黑暗中呼召出来，进入你奇妙的光明。互阮会当宣扬你的美德，主啊，你是阮的产业，是阮杯中的份业。求你着保守，当阮每日伫社会上行走的时，常常会记起应答你的呼唤，时时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愿阮一生尊你做主，活出你的性命，敬敬。你的荣耀，阮的祈祷无够完全，煞来要用主祷文来完成。我听你的悲，怀你的爱心，给我领导，也是你啊，也是你，我的心来求我，下来我，你就来下来我啦，我对他的支持，对我的爱，因为我把你变成我心手，带来我心，阿门。
来交托启应文，请大家掀开圣诗的后面，三角来读启应第4篇，诗篇16篇。启应第4篇记载伫咧圣诗的后面第5页。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生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伊献电火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额。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老，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煞来要请圣歌队来献上因所用心准备的诗歌，万米上赞。我
感谢圣歌队所认真准备美妙的歌声、感动的诗歌。咱三角做伙来共读圣经、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咧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毋过，恁是受竞选的族群、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只为上帝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愿上帝看顾照伊的教示咧行的人。今日早起蔡牧师要甲咱讲的信息是身份甲责任第5讲，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做伙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过去用4个礼拜来讲基督徒的身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的作者，伊头起又提起基督徒的4个身份。有这个身份，咱也必须要有责任来甲这个身份会当比拼。咱先来做一个复习。咱过去捌分享过，咱第一个身份是，咱是被竞选的种族类吼。咱就是被上帝竞选的选民。咱是共一个种族的族类，所以咱有共同血统厝内底的人。咱同时也是三听合一的团体。咱第二个身份是，咱是王家的祭司，还是讲有君尊的祭司？因为咱是祭司，所以咱祭司是负责献祭所以咱伫今日，咱应该爱学习，将咱的工作、咱的家庭、咱的性命献给上帝。另外，祭司是传讲真理，予以色列百姓，所以伫今日。咱也爱将咱所明白的真理传讲予也未明白真理的人。第三项，祭司是做人甲上帝中间的桥梁，所以咱得爱带人归主正做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互人明白上帝。第三身份，咱是圣洁的国度。咱来理解，伫这国度是上帝最王，所以咱来尊主最大，尊主最王。另外，这个国度是圣洁的，咱应该清起咱家己，亲受上帝相反圣洁一般。第四个身份，咱是属上帝的百姓，所以咱是上帝的产业。咱是被上帝所拥有的。咱既然被上帝所拥有的，上帝是疼咱的天父，所以伊是疼惜咱，咱是伊的儿女。另外，咱既然被上帝所拥有，咱得爱加做上帝的器具，互上帝使用，加做万民的祝福。这是咱4个身份。接续，彼得前书的作者，伊继续甲咱讲：咱既然被上帝拣选，拥有4个身份，咱得爱担负一个真重要的责任。这是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照你的话认真思考阮本身的责任，将伊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今日彼得前书的作者，伊伫第2章第9节，伊安尼讲，伊讲，恁有这个身份，是要爱，互恁去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个美德。这是和合本的圣经，意思是讲，咱拥有头上迄4种身份，其实就为着一个目的，就是爱去宣扬，宣扬什么？宣扬迄个，互咱对黑暗进入光明，这是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做嘛，哈！宣扬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美德。宣扬上帝本性，上帝的美德，这是咱正做上帝百姓，而且真重要的责任。咱来明白，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生涯中间，伊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伊来到世间，就是要宣扬。伊是一个宣扬者，伊在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一般是人加讲耶稣基督的宣告叫做上帝国的宣告，是指耶稣基督伊期待、伊祈祷，愿上帝的主权会当实现。就是期待上帝的旨意会当实行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顶同款。所以耶稣基督教是咱的祈祷，伊嘛是祈祷愿主的主权会当实现，愿上帝的旨意伫地面上，亲像伫天顶同款。是期待咱的世界，咱这无完全的世界，会让充满上帝的公义、和平、喜乐、圣洁。我今日无公平的人类，会当享受人性的尊严、自由甲平等。我今日咱所看到的大自然中间产生的灾害，我这代志无搁再发生。世界无搁再受咱人类的污染吞噬，会当恢复上帝创造的完整。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宣扬一个真重要的内容。这款宣扬，今日落点伫咱的责任身上。牧师要对3个展示、3个面向来甲大家做伙分享，咱会叫做宣扬。第一个，上界简单的明白就是宣扬福音的大能，意思是讲，你爱去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带来救赎恩典。咱知影，宣扬就是亲像耶稣基督，咱咧宣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宣扬耶稣基督所宣扬的上帝国的福音。世间人宣扬咱伫耶稣基督内底所明白上帝的疼，甲经历上帝的救恩。所以咱的责任，就是爱分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做上帝救赎的恩典。咱要怎做？牧师有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利用咱言语的见证，就是咱所领受的，咱来用咱的言语来分享出来。言语有真大的力量，咱透过咱的言语的分享，
会当互无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了解耶稣救恩的本质。咱透过言语的传达，会当互也未经历过主的疼的人，甲咱做伙体验着主迄种无限的疼。有人讲我毋捌读过神学院，到底要安怎甲别人讲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我嘛捌无济，我要安怎对人传福音？其实，咱若遵照今仔日彼得前书的作者，伊伫第2章后半第9节后半段的这段经文，咱就真简单的当分享。这段经文讲，你爱去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咱掌握几个要点，第一就是出黑暗。出黑暗的意思是啥物？伫咱人生中间，咱总是会拄着困境，那亲像陷伫迄个黑暗中间，咱会拄着挑战。伫挑战的时候，咱会失志，咱会艰苦，咱会软弱，那亲像踮伫迄个黑暗，看袂到光的状况。所以咱要分享，咱就照这3项来分享。第一项就是，咱伫黑暗的处境是安怎？我拄着迄个困难是啥物？迄个困难安怎困了我？互我软弱失志艰苦。第二项就是当这个时阵，上帝安怎介入这件代志？可能我伫困难的时阵，我拄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甲我介绍耶稣。可能我过去捌认识耶稣，但是我拄到困难的时阵，我突然间袂记住，有人甲我提醒。讲你爱求救上帝，我迄个时阵透过祈祷，可能伫迄个我拄着困难的时刻，我知影有真侪人咧替我祈祷，可能有人替我写代祷卡，有真侪中保代祷，这代祷者咧替我祈祷，上帝介入这件代志，然后。当上帝介入了，我安怎倚靠上帝来超越过我的困境？对黑暗的所在，上帝将我救赎到奇妙光明的所在。所以言语的见证真简单，就是分这3个部分。你拄着困境的时阵，你的心情是安怎？上帝安怎介入这件代志？上帝介入了，你有啥物款的转变？可能环境的转变，可能是你心态转变。咱只要将这个过程来记录落来，这就是一个真水言语的见证。咱常常伫生活中间去体验到这款的问题，咱就来记录落来。然后甲别人分享，这就是真水的见证。当然无所期待讲，你会当常常去体验，我毋通逐概拢讲迄个30搭真正的见证。你其实你每一工拢有新的见证，会当分享出来。你会记这感恩来见证。这是用言语的见证。另外，除了言语的见证，更较好的见证就是咱生命的见证。所以透过咱的言行举止，互人伫生活中间就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作为甲恩典。咱伫工作中间。咱伫甲别人斗阵的过程中间，
拢会当真做上帝的见证人。咱安怎去见证咱面对代志的态度，甲一般人无共款。咱信主的人，安怎去面对困难？安怎去面对人生中间的每一件事，拢会当真做活我的见证。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得到上界好的称赞，毋是讲伊外交讲见证，是人看到伊，就知影伊是信上帝。人看到伊，就知影伊的性命甲别人无共款。一个上界大的儿就是讲，伊是一个活动的讲台。人看到伊所讲的话、所做的代志，就知影伊是信上帝的人。这是对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上界大的称赞。如果你会当真做这款的人，这是上界大的祝福。我愿替大家祈祷，咱拢会当真做这款的人，互人看见咱，就闻到主耶稣基督的香味，就知影咱是信耶稣的人，生命的见证。这是第一项，就是去讲起上帝福音的大观念。第二项，咱要传扬上主的美德，咱就要了解主的美德是啥物。主的美德就是伊的本性甲作为。上帝的本性甲作为，就是记载伫咱所读的圣经内底。所以咱咧研读圣经的时候，咱发觉讲，上帝的性质是啥物货，咱就爱来宣扬出来，咱就爱分享出来，甚至咱爱将伊实践出来。咱伫圣经中间看见，上帝是甲遐个弱势者三甲二地的上帝。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对旧约到新约，上帝拢是去关心迄个社会中间受人欺杀的，遐个无受保障的孤儿寡妇，遐个弱势，这是上帝上较关心的人。所以，咱也用基督的听去服务遐困苦欠缺的人，这是表示咱咧宣扬上帝的本性，宣扬上帝的美德。咱叫咧教会，现主是发展到今仔日，有真大的改变。咱早期的信徒，第一代信徒，其实拢是社会中比较弱势、比较丧向，有真侪拢是走投无路的人。因信耶稣了，因为有这款的信仰，过去宣教师的假是讲，恁爱用教育、用信仰来培养恁的后一代。所以第二代的信徒渐渐因为受好的教育，个有好的品格、有好的信仰，渐渐生活就改变。到今仔日，咱大多数拢变成做中产阶级的信徒，较社会的这边缘者吼，较少有一点仔价值。但是上帝咧呼召咱，就是爱去关心遐个比较弱势、较丧向、较需要人帮衬的这人。因为咱渐渐生活过了较好，就甲因较无接触。所以我过去咧服侍这大专生，
甲青少年的时阵，我都有即款的感觉。我发因家庭拢提供因真好的条件，互因会当来读大学，互因当受好的教育。但是渐渐因着较无去理解迄社会边缘人的生活，所以我着帮助因学习去了解这个上帝所关心的人。咱用的方式就是第一项，就是爱互因体验，互因真正去看、去接触，毋是干那去听尔。譬如讲过去，咱知影有足侪只个社会边缘人，因诚做家友，诚做只个流浪汉，我着会带这大专生去关心。过去我伫台南服侍的时阵，台南的这个流浪汉家友，因大多数拢是集中伫迄个台南公园吼，伫火车头边仔的公园，地下道，遐有地下道，遐地下道毋是要互人行啊，遐拢带真侪这个家友，吼，这流浪汉。你若落去看吼，普通台南人袂去行迄个地下道，因为你行来，你就看安尼讲，那像一摊一摊安尼，逐个拢占一个所在，住伫遐，因为遐地下道嘛，所以袂去互雨压着，袂去互日头晒着，吼。寒天的时阵较袂寒，因着拢住伫遐。市政府嘛容允因伫遐啦，吼，嘛无所在互因，互因会当徛起，吼，所以互因着伫遐暂时。我着带这学生入去来探访，而且学生甲因接触，甲因讲话，看了后，看了，阮着做伙大家参详，阮着咧想讲。以阮即摆做学生的身份，阮的能力，阮会当对遮个家友会当做啥物款的帮助？有的人就讲我会当奉献一个便当；有的人会讲我奉献一寡钱去买一寡物资；有的人讲我有一寡迄个寒天的衫，即摆寒天伫要到啊，我奉献一领。来，或者给这街友会当度过这个寒天。有的人就想其他的方式，阮就将这个人奉献出来的资源，爱这个学生做伙送落去。特别是圣诞节的时阵，阮会去探访因，然后将一寡物件送互因，甲因讲。圣诞恭喜，甲因讲一寡耶稣基督的故事，或者学生亲自去做这个代志。学生去，我发现这学生，因若愿意去参与的人，因对因的未来，对因即马现主时的状况，因会。真正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互因有遮尔好的环境，老爸老母供应因读册，互因无烦无恼，因会较珍惜伊的资源。你知影社会中间有一群真侪欠缺的人，我过去嘛捌带一寡青少年做伙去照顾迄伫机构内底受照顾的身躯有一寡脱钙的一寡儿童，互因甲因做伙生活5天的时间，甲因做伙读册，带因饲饭，带因做福建。我发觉这囡仔，因每一个暑期去遐5天。来了，拢有真大的改变，甚至因未来
要找人生的方向的时阵，因嘛会比较较一个靠意义的方向去做。因中间有个人成绩袂歹，到尾考到医学院，医学院毕业了，因就立志去偏向做医生的工作。因中间嘛有人，像是阮查某囝，伊就立志要做社工，来辅助这个社会中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伊有参与这款的体验，有去做反省，所以因的人生会行往一条服务别人的路。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因为这就是咧实践咱的信仰，学习耶稣基督去关怀遐个弱势者，大家拢做在心，会奉献真侪钱源。这个教社委员，拢非常负责任，伊毋是简单去将这钱分出去尔，因拢会去到实际的所在去探访，了解迄个所在真正的需要，互大家所奉献的钱会当做上界有效的运用。譬如讲，咱对华人，咱顶会有请华人的牧师来甲咱做伙分享。咱即回毋是去分一寡物资，还是分钱尔，咱帮助因做有意义的事。咱知迄大水淹来了，遐土地拢无法度生产，无法度种物件，无法度种植，安尼要安怎？因发觉讲，遐土地吼有一种食物会当种，就是牧草。牧草你来种了了，第二当有收成，这收成就会当去换钱来供应因第二当继续种植牧草。所以咱教会就帮助伊组织起来，互因有一笔钱会当去遐种牧草，5万每年会当收成，收成了因会当自立。会当家己用心劳所种植的这物件去过因的生活，我这是有意义的。咱毋是干那奉献一杯钱解决当时的需要尔，咱是咧帮助因做延续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咱教社咧帮助这弱势者，所以经过体验、反省、甲实践，互咱会当做真好，保养、关顾这弱势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宣扬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疼。当然，宣扬有一个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宣扬上帝的期待。咱咧研读圣经的时阵，咱发现对旧约的先知开始，一直到新约的耶稣，拢咧讲一件事。譬如讲，先知以赛亚、先知阿摩斯、先知米迦，还是其他的先知，拢咧讲一件代志。讲当时的以色列人，因日常的生活中间，剥削遐个孤儿寡妇、遐困苦的人，然后想剥削这钱摕来圣殿内底要奉献给上帝。上帝讲：恁奉献的我无爱，甚至恁敬拜所唱歌的声音我无要听，恁祈祷的代，恁举手祈祷我嘛无要听，因为平常时无实行公义、公平的代志。较要来敬拜上帝，上帝无要接纳。反倒当咱爱伫社会中间实行公义公平，
保障孤儿，为寡妇辩护，来照顾这些送乡人、出外人，帮助受压迫的，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事。耶稣基督嘛讲，伊讲伊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要送乡人传福音，宣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失明的得到光明，受压制得到自由，宣告上帝拯救人的喜念。这是耶稣基督伊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带来整个社会的改造甲改变。有人讲，耶稣基督其实是要建立心灵上的王国，毋是地面上的王国。所以，伊要做灵性的弥赛亚，毋是政治上的弥赛亚。安尼讲当然无毋对，但是我的理解是，耶稣是因为人的心灵若无改变，社会改造嘛无作用。所以，伊要成做心灵的改变，但是并毋是讲心灵的改变，社会就无需要改造。就是因为心灵的改变，整个社会才会当做改造。所以，请大家毋通摆脱，咱应该爱参与的公共甲政治事务。这公共甲政治事务，需要更加有信用、有良心的人来参与，安尼才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祝福。比如讲，我拄则举迄个咧，学生囡仔去关心流浪汉，甲关心这家友，因可能会当提供因一顿的饭尔。但是如果若有好的政策，帮助这人改善因的生活，互因有头路、有工作，安尼会当造福更较侪人。我毋知影大家敢知影，咱台湾有一个乡镇，只有一个乡镇，无解药，无流浪汉，你毋知伫倒位？台湾，全台湾，大概所在拢有解药，咱台北嘛有，火车头足济，但是只有一个乡镇无解药，就是伫花莲的玉里。为什么伫花莲的玉里无解药？因为遐有一个人，伊是对法国来的老一方神父。这神父吼，我有一个机会，就是迄个咱教会的侍用兄，伊咧嫁查某囝的时阵，有邀请伊来，我阁有一个机会甲伊见面。伊真朴实，清查真朴实。这是伊的相片。伊即摆年纪已经80几岁啊，伊做一件代志，伊到花莲。第60当前，伊到花莲的时阵，花莲玉里的时阵，迄阵还阁街头还阁真侪只流浪汉家友。爱着想讲，如果若互这人有工作，这人就袂去人去食，袂去人讨趁。所以伊就招因这人。把因招来，叫因做这个物资回收，去捡这回收的物件，互因有工作通做，帮因安排住的所在。因为看见有人有迄个受到毒品的毒害，甚至有一寡犯过案的人，伊嘛来招来，带因苦劝。帮伊戒掉这毒品，互因有工作通做，替因安排，物资的回收，还是讲其他的工作，互因有所在通住。
就安尼一个一个叫，一个一个叫。所以伊用一个人的力量，互玉里迄个所在无任何的流浪汉。伊讲，当一个人有工作、有徛起的所在，伊就会感觉家己甲别人是平等的，伊就有尊严、有自信，感觉家己有价值，就会当回归家庭甲社会，重新展开伊的人生。伊就是互遮个人有愿望。咱看见着有诶坐轮椅嘛是会当做回收诶工作，互因靠家己诶手诶所做诶工来养饲家己。一个人靠一个人诶力量来改变一个兄弟。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伊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咧宣扬上帝的美德，或者伫黑暗中间的人会通进入奇妙的光明内底。这是咱基督徒上界大的见证。牧师替大家祈祷，希望咱伫咱会通接触的所在，拢通扮演即款的角色。互咱即个无安全的世界减轻一寡苦难，互上帝平安临到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带来遮尔大对阮的疼，阮应该爱有回应。主，我愿意用阮的嘴、阮的行为来宣讲福音的大能，愿意亲像你相款去关心迄个社会边缘人，遐个弱势，甚至阮会当发动一寡运动来改造这个社会，互你的旨意实行伫地面上，那亲像伫天顶同款，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照你的心意去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做伙来吟圣诗第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Amen.
请坐，请本着心内所定着的备办心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富的恩典，互阮的生活无伫欠缺。今日阮将所领受的一部分，用感恩的心献上，愿这的奉献受你接纳，用伫你所喜乐的事工上。嘛求你祝福每一位欢喜奉献的人，伫付出的过程中感受喜乐，伫奉献中看见你的荣耀。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即摆来开始今日的报告。首先来做伙关怀咱的遗体。本会会友范国宏兄弟伫个4月初5安息主怀，要伫本礼拜二的下晡1点半，伫个台北市的怀爱馆景行楼3楼智仁一厅举行
日连的礼拜。4月24，嘛，就是本拜五的早起10点，要伫个本会7楼礼拜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另外，本会的会友陈廖正妹姊妹，嘛，就是陈云台兄弟的太太，伫个4月初9安孝主怀，将要伫个5月初2拜六的早时11点半，伫个台北市怀爱馆的景行楼1楼至中视厅举行日联告别礼拜。以上肢体的失听，请各位兄姐做伙来关心，代祷陪伴遗族来做伙哀伤，愿上帝安慰遗族。煞来看到成人牧区委员会的消息，5月的最后一个主日，5月31，伫个礼拜结束以后，要伫个10楼礼拜堂举办放落你的重担，翻转生命的音乐响应。讲者咱邀请到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的创作者陈明同老师来主讲。报名的方式，请参考本周的周报，还有报幕顶悬所显现的文字。其他有关本会，还有各个牧区委员会事业体的消息以及代祷的事项，请参考本礼拜的周报。以上是本周的报告。接来，咱们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牧养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啊，有一位介绍到的这新朋友，请起立哦，大家欢迎。有一位林子欣姊妹，子欣，好一下。伊是迄个顺民遐，咱前日有举办伊的告别式吼。伊是顺民遐的查某孙吼，特别个守愿者吼，特别大家说多谢，感谢大家的关心甲代祷吼，愿上帝亲自安慰恁，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谢谢新朋友，等下咱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到亲人的，求主你安慰阮，保守阮，扶持阮，互阮看见你所想事永远我的愿望。阮中间也有拄着困境、伤心失志的人，求主亲自安慰、保守，帮助阮靠着主的气力超越过阮的困境。阮中间可能也有肢体拄着病痛。求主亲自医治看顾，也互阮伫这个病痛中间体验主的稳定纳济。我也将在座所有兄弟仰望伫主大能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赏赐你的稳定，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用阮的性命为主做活我的见证。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起立，做伙来吟圣诗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恁。吟线，咱要请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表导谢阮强受车欠。